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以感谢来到他面前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！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来敬拜神，因为耶和华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，海洋属他，地也属他，我们的神大受大赞美。起来赞美，也拍手。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，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伸缩。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，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磐石欢呼。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全体要向他歌颂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向耶和华欢呼歌唱，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伸缩。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，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磐石欢呼。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全体要向他歌颂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磐石欢呼。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全体要向他歌颂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园，当感谢耶和华，承受他的生命。因为耶和华本为神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心是永不改变，直到万代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磐石欢呼。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全体要向他歌颂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和睦同居，何等的美善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竭力保守生灵，只合一的心，凡事恩慈怜悯相待。在耶稣里彼此相爱，在耶稣里彼此相爱，少嫉妒论断，多饶恕关爱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耶稣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”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训。只要我们少一点论断，多一点饶恕，在耶稣里要彼此相爱。我们
就是爱，在耶稣里彼此相爱，在耶稣里彼此相爱，杀基督论断，多饶恕关怀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我们爱，因为神他就是爱，我们爱，因为神他就是爱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你教导我们要谦卑，少一点嫉妒论断，多一点饶恕关怀，在主里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主你也深爱我们，超越一切。你愿意用宝血赎回我们的生命，你保守我们，即使经过死荫幽谷，也不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求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让我们更有勇气面对前方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主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。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。我没做什么，你却垂怜我。当我未出生以前，你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死荫幽谷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。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。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，我没做什么，你却垂怜我。当我未出生以前，你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爱我们，患难困苦，死荫幽谷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。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。耶稣。不再悲伤，不再彷徨，你的爱
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死因有故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，耶稣。主啊，巴父神，谢谢你。是的，我们是算什么？你竟然这样看顾我们，竟然这样把我们当成你手上的宝贝，心中的宝贝。主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来亲近，来敬拜你，我们是何等的幸福，何等的欢欣！我们要大声的赞美你，大声来唱歌，歌颂你的伟大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先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请起立。如今让热这一个刚强，贫穷这一征服主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这一个刚强，贫穷这一征服主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你是慈爱的神，每一天都是好日子。愿你的慈爱覆盖在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每天都要大声唱你的诗歌，读你的话语。你是我们的力量，在每个事工，请你帮助我们勇敢的面对，请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。现在我们献上金钱、时间，才能为主所用。主，请主悦纳。这样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，Amen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现在来做报告，消息的报告。那10月13号户外礼拜的乘车资讯跟名单请扫那个 QR code，
或者是看那个我们本堂一楼的公布栏哈，各有五个地方的那个上车资讯哈，请大家注意啊。好，那下个礼拜10月6号要召开2024年的临时合会，那以及长老执事的选举，时间是9点的，只有一场礼拜在这边新堂哈。那请会籍的小组别来入座参加礼拜。那如果没有办法参加的陪参会员，请在10月5号礼拜六之前以书面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提出请假啊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很简单很快的介绍一下那个长老资格的候选人。好，有那个庐山翠林，庐山是今天在后面哈。那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然后翠林就是刚才竹林的好，那还有财之兄财之兄OK 财之兄，那敏和兄有没有哈？还有嘉硕、义军这几位好。那小会推荐的执事候选人介绍有黄丽英、丽英姐，好。葛廷瑞昨天好，那陈汉、周陈汉蔡恩琪蒋成模陈模有在我们当中坐在后面蒋成模简正峰以上。那下个礼拜的长老选举那个选票我们是6位，那请依序来勾选，最多选4位你可以选1位，1到4位都可以，但是如果勾5位，那就没有效了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执事的部分我们是把推荐的名单有列出来，那右边空白的就是说，你觉得有遗漏的，你想要把它补那个推荐，把它那个想要把它推选的也请你直接写上姓名写上姓名好。那1到10位，执事是1到10位是有效票，1到10位，最多选10位请大家注意一下。好，那第4季的服事表已经纸本已经在本堂1楼那建职党的同工群组，如果有疑问的话请跟我或者是干事来协调。好，那耶利米书的圣经共读已经开始了9月22到11月12号，共计52天，每天6点半在线上举行。所以邀请各位兄姐能够拨空来一起来领受从牧师的讲解，让我们来明白耶利米书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话语。好，那下礼拜举行临时合会，所以图书馆休馆1天，但还书不受影响。那10月13号户外礼拜之后，那传道部有安排2项特别的活动，邀请兄姐来参加。第一个是马街的山景。11点到12点，第二个是淡水1日游，还有轻松小活动。那这部分我们请那个穆宣执事来为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补充报告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穆宣执事。那我来报告一下这个传道部在户外礼拜之后帮各位安排的两项活动。对，那首先分2个部分，第一个是11点到12点的，第一个部分是马街山景。那我们看一下地图。那马街山景呢，基本上第一个景就是那个真理大学里面的牛津学堂，那就是在真理大学里面，就是直接礼拜堂走出来就是就是牛津学堂。那如果从大门走出去往左边走，不用5分钟就会看到第2个景，就是马街古厝。那然后再往那个后面的就是马街古厝对面的淡江高中进去，不用10分钟就会到第3个景，就是马街墓园。这样子，那这3个墓园呢，就是我们会11点到12点时间，请各位弟兄姐妹就可以自由去参观，自由去就是观看。那这边有一些照片。那牛津学堂里面呢，就是会有一些马街在就是他来的时候带了一些以前的植物的种子，还有没有看到中间这个很酷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主祷文。对，那大家可以去念念看，就是很古的主祷文，可以去挑战看看。真的是很难看得懂。然后那个接下来是马街古厝，马街古厝就是马街以前就是住的地方，那很漂亮。那牧师有推荐说他的2楼有2楼吗？还是有一个后门有一个书房，然后可以去看一下马街他以前读经祷告的一个地方，对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还有一个就是淡江中学里面的马街墓园，然后就是
里面有很多他的夫人跟他的儿子，有他的夫人跟他儿子的墓，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去看一下，对，然后这是我的照片，对，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去观赏，好，然后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12点以后，我们会安排一个淡水一日的轻松小活动1点到1点到对不对？1点到2点40分会有一个轻松的小活动，那就是也是跟随着马街角中，然后有一些淡水特别的景点这样子。那有这几个点，那总共我们规划了6个点，然后就是一样是真理大学、牛津学堂，然后英国理事馆、淡水长老教会跟马街医馆，然后还有马街上岸处。那注意就是我们的小活动，就是会在这6个点都会安排，我们都会放置一个 QR code， 然后大家就去扫那个 QR code， 就是打开手机你的 LINE 啊，或是你的手机内建都会有扫 QR code 这个功能，你就去扫，那我们的系统就会登记说，你有扫过，那你什么时间扫过？那你只要呢完成这6个点里面的其中4个点。你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跟我们那个星巴克类似同款的亚麻布袋，对，非常的漂亮的一个亚麻布袋，还有我们的一个这都是60周年特别的亚麻布袋跟我们的特制杯垫，都是限量发放，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就是踊跃的去参加，那踊跃的就是一起来轻松小活动，然后跟随马街的脚踪。好，那现在跟你隔壁的说，我们一起来参加轻松小活动，跟随马街脚踪。我们一起来参加轻松小活动，跟随马街脚踪。好，那请大家敬请期待哈，那个青年牧区他们很用心的来办这个活动哈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。那松大的讲座是10月2号礼拜3哈，10点半到12点啊，主题看见内心的小孩，有效运用感受哈，是曹老师讲师。好，那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下礼拜日11点也是要召开113年会员大会跟志工大会，也是在这边要改选理监事跟志工队队长，所以邀请所有会员一起来参加。好，那今天来宾介绍，各位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新朋友？好，今天没有，都是旧朋友，所以我们可以也是跟大家一起打招呼一下哈，大家每期有介绍过吗？有介绍过，好，那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金句哈，读2次哦。来，我只命令他们听从我，这样我就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做我的子民。我要他们遵行我的道路，这样他们就会万事顺利。耶利米书7章23节，再一次，我只命令他们听从我，这样我就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就做我的子民。我要他们遵行我的道路，这样他们就会万事顺利。耶利米书7章23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今天是记载耶利米书7章8到16节。那一样哦，我来读双数节，各位来读单数节哈。来，第8节，看吧，你们依靠那骗人的话是徒然的。你们偷窃、杀人、奸淫、作伪证，向巴力献祭，拜你们不认识的神明。你们做我恨恶的事，然后跑到我的圣殿里，站在我面前说我们很安全。你们以为我的圣殿是贼窝吗？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你们的一举一动。你们到示罗去看我选定的第一个敬拜我的场所，就知道我因我子民以色列的罪怎样对付那地方。你们犯了这许多的罪过，我一再劝导你们，你们总是不听。我呼叫你们，你们总是不应答。因此，我从前怎样待示罗，也要怎样待你们所信赖那属于我的圣殿，以及我赐给你们和你们祖先的地方，像我从前对付示罗一样。我要从我眼前把你们赶走，像我从前驱逐你们的亲族以色列人一样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好，第16节，上主说：耶利米啊，不要替这些人祷告，也不要为他们哀求，你们不要向我祈求，因为我不听。好，接着我们请今天的我们本堂
陈博士主任牧师来讲道，所讲的题目是无法祷告的时刻，无法祷告的时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上个礼拜牧师讲道完之后，大家还记得什么？记得为牧师的头发祷告，然后牧师就在这个礼拜当中呢，得到很多的关心，头发可能又多长出了几根这样子，但是感谢大家的关心，但是也是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上帝都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礼拜可能又有台风要来，但是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上帝要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。所以我们也是用祷告来亲近上帝。在人生很多时候可能会遇到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刻，如同今天耶利米他的背景当中，那时候人住在安全的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，有着圣殿，他们就说我们在这圣殿，这是上帝盖的圣殿，这里很安全，而且他们强调3次很重要，这是上主的圣殿，上主的圣殿，上主的圣殿。所以在这里是永远都会安全的。可是呢，他们却做什么呢？在这圣殿当中，他们的行为却是偷盗、杀害、奸淫、起假誓，向巴力烧香，拜那些不认识的神，甚至呢，把这圣殿是称为上帝名下的殿呢，却在那里嘴巴说平安无事，心里面却在身体上却在行一切可憎的事。所以上帝要耶利米不要再为这些人祷告，因为他们悖逆，他们不懂得悔改。他们没有 U-turn， 有一个180度的转弯，所以上帝不再让耶利米来为他们祷告，上帝定义要刑罚。我们的人生会不会遇到无法祷告的时候呢？在过去这一周有去探访一个教会的老姐妹，她因为6月中风住院，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当牧师去加护病房，要跟她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她连眼睛都没有办法张开，然后鼻子、嘴巴都插着管，那甚至是不是能够听见，都不清楚。但是感谢主，2个月后她居然出院，回家，而且昨天这礼拜去的时候呢，她还可以认出很多教会的弟兄和姐妹。他看见上帝在我们最危险危急的时候，上帝依然听我们的祷告，或是有可能将来我们可能到了80岁、90岁、100岁的时候，这个脑袋越来越不灵光，连自己的名字叫不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上帝还听得到我们的祷告，或是我们还知道自己如何祷告，或是我们如果有一天蒙主恩召，上帝找我们去喝咖啡，那个时候怎么祷告呢？人生大部分的时候都可以祷告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人生大部分都可以祷告。然后对他说，罪死魔使我们无法祷告，罪死魔使我们无法祷告。当我们犯罪与神隔绝，我们的祷告被拦阻；死亡使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祷告。还有魔鬼的辖制，在这个黑暗的权势底下，使我们无法来向神祷告。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圣经3个人物和耶利米书来分享人生无法祷告的时刻，我们到底要不要祷告，或是该如何祷告？首先我们要看到是但以理但以理的这位先知，当他被掳到巴比伦，经过了3个国王之后，又换了新的帝国波斯王朝。而这波斯王朝但以理他也服侍了2个王，所以先后总共服侍了外国5个王。他自己出生在南国就经历了3个王，就去到国外又经历了8个王。而且他在当先知的期间呢，总共服侍长达70年。在这70年当中呢，其实他在上帝面前都中规中矩，每一件事情都做得让其他人想要找茬找麻烦的都找不到。最后他们只找到一句话说：但以理诚实可靠，没有丝毫错失啊。如果你是老板，想不想要请这种人当你的员工？哇！如果你是国家总统，希不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当这个国家的行政院院长？如果你是教会的长老，希不希望找到像但以理来担任教会的牧师？可是呢，偏偏他做该做的事情，总是会有人想办法把他拉下来，抹黑他，或是把他抹红抹白，把他说成各种的颜色，用意识形态，让他没有办法在那个位置上面，赶快把他拉下台。好像之前农业部长陈吉仲，就因为这个什么事件，这个油的事件。蛋的事件，然后就被叫下来，没有办法在那个位置上面。后来这一群人，
他们就找到说，如果我们要陷害他，就必须从他的信仰宗教来下手。但以理从他10几岁就被掳到巴比伦，他都一直有个习惯，是什么习惯？祷告的习惯，而且他一天要祷告几次？3次，而且他祷告都有一个规矩，要打开窗户，面向哪里？面向他的出生的故乡耶路撒冷，那个地方就是有上帝的圣殿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一天3次，可能就早上1次、中午1次、晚上1次。好，而且在家里面打开窗户，向耶路撒冷他小时候的敬拜的圣殿来祷告。好，那你当然就跟神祷告。可是刚刚有说他服侍在外国服侍超过70年了，所以从他10几岁好到他后来80几岁，他都是一样的习惯。可是呢，就是在他年纪大的时候，70、80岁的时候呢，好，这一群波斯新的王朝、新的大臣想要陷害他，所以就叫王下了一道命令。好，王啊，好，你就下一道命令，在30天1个月以内，除了向波斯王求或祷告之外，不能够向其他任何人、向其他任何的神明来求。王说：“很好，就盖了印章。”结果但以理听到这个命令颁布之后，他却跟平常一样。好，圣经说他仍然跟平常一样，该祷告就祷告，好，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难处。当然也因为这样，他后来就被丢到哪里去？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啊！到狮子坑的时候，王才知道说居然去害到我重要的大臣但以理。好，他办事这么样子的诚实可靠，没有丝毫的错误，结果是我亲手把他送到狮子坑里面去。王非常的难过。好，所以呢，在那个狮子坑外面，王最后还对但以理说了一句话：愿你所忠心侍奉的上帝搭救你。请问这是不是一个祷告？这就是一个祷告。王说30天不能够向其他任何的人神祷告，就但以理第一个祷告。第二个犯了这条命令的就是王自己啊，他还自己也说：愿你所忠心侍奉的上帝搭救你。那一天晚上呢，整个波斯王没有办法睡觉，好，他辗转难眠，好，所以到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，他就赶快冲到洞口。他其实夜间呢，好，相信也是不断的在向但以理的上帝祷告。就天一亮，好，他到了洞穴门口，一打开就赶快向里面喊叫：但以理啊，但以理啊，你的上帝有没有救你啊？你的上帝有没有让你继续活下来，逃出狮子的口呢？就但以理在里面就发出声音，80几岁的老但以理啊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他这样说：陛下万岁！上帝差派天使来封住狮子的口，使他们不能伤害我。上帝这样做，因为他知道我无辜，我没有做任何冒犯陛下的事。罪、死、魔3件事情让我们不能祷告。但以理遇到的魔，好，就是这些黑暗的权势、执政掌权的辖制。但是呢，他一点都没有受拦阻，向神祷告，即便被丢到狮子坑，遇到大风大浪的危险，而上帝也与他同在。而第二个人呢是耶利米。我们今天读到耶利米，读到了第7章，好，是耶利米大概已经接近40岁的时候。上礼拜我们分享耶利米大概是在18岁到20岁左右，他呢好就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个年轻的先知，可是他还不能在圣殿里面工作。20年之后，他已经有资格在圣殿工作，上帝叫他到圣殿的门口广场，好，来宣布毁灭的信息。但是上帝却对耶利米说：耶利米啊，你不要再替这些人祷告了。耶利米啊，你不要再为他们苦苦哀求。表示过去这20年，年轻的耶利米18岁到36岁这段时间，他在做什么？他都在为人民祷告，为国家祷告，为官长、为君王、为祭司，为这些人民祷告。但是20年后，上帝说：你不要再祷告，也不要为他们向我祈求，因为我听不下去，我再也不听。其实，如果我们有参加共读，牧师有分享，在第11章、在第14章，上帝还继续告诉耶利米：你不要再祷告，你不要再祷告。可是耶利米还继续在祷告。为什么上帝不听耶利米的祷告，禁止耶利米祷告呢？因为这一群人，他们的心通通都离开神，通通都在外国的神明。好，所以这一张图列出了各国的神明，好，巴利啦、亚瑟拉啦、埃及啦、阿拉伯啊。
他们希望透过这些神明有白有波比，好，我赚大钱，欠钱也免还，让我能够发大财，好，让我可以光宗耀祖，好，让我可以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可是呢，很好的祷告却不来跟上帝求。所以这些的来自于国外的海上的国外的这些偶像，一口无言，两眼无光，三餐不食，四肢无力，五官不正，六亲不认，七窍不通，八面威风，久坐不动，十足无用。可是他们还是依然愿意向他们求给他们能够再多长一些稻，多长一些米，多赚一些钱，明天的股市可以继续发大财，好赚大钱。但是上帝却说，这些的偶像都是人手所造。有口不能言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口中也没有气息，不能够呼吸，你却还要跟他求。但是那位看不见的神，你却不跟他求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们在这称为我名下的圣殿，却不在圣殿里面跟神祷告，就在圣殿里面，心都向着外国，向外国的神明祷告，贪爱世界，好，却不爱上帝。所以上帝叫耶利米停止为他们祷告，不要再为他们苦苦哀求。上帝要让外国人，让北方的军队，就是巴比伦，3次好来攻破攻入耶路撒冷，而且把他们带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带到远远的地方。所以上帝只交代耶利米说：耶利米啊，如果当他们被攻打、被攻破、被掳走的时候，他们终于问起为什么上帝这样对我们的时候，上帝都已经把答案告诉耶利米。耶利米就告诉这些要被掳离开自己国家的人说，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，在自己的国土上面服侍别国的神明，所以他们要流亡异乡，服侍外国人。我来请问大家，请问我们中华民国的神是哪一位？台湾。台湾的上帝是哪一位？好，如果说哇，台湾很多宗教信仰，好，可能各个神都可能会是大家心目中的神。但是我在问，那请问是哪一个神创造了玉山？是哪一个神好分开了浊水溪？是哪一个神冲出了迦南平原？是哪一个神好在几千几百几万年前他就已经创造了这个世界？我相信这个答案就会很清楚。只有一个神，就是创造这个土地，关心在这个地上的人民。是哪一个神好把14族的原住民，好像是16族，好带到了台湾这个岛上，把不同的人好调度，能够在这个地上来生存生活？是哪一个神所办得到的？要好好的去拜他，可是呢，却不去认识他，也不去拜他，然后把别的神来取代这个神，用其他的神明来取代这个创造台湾、创造我们生命的神。不仅仅是这样，好，他们把猪狗丢拉吧，看不见上帝，甚至他们的心、他们的行为、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上帝都透过这一些的巴比伦的军队管教他们。因为上帝这样子说：他们的家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他们的家堆满了赃物，好像猎人的笼子装满了猎物，所以他们有钱有势，肥胖红润。他们穷凶极恶，不替无依的孤儿伸冤，不替无助的穷人主持公道。在我们教会，好，这几年都有办这个长照的据点，好，那这些据点的经费呢，都来自于政府的补助，好，不仅是市政府，还是来自于总统府，来自国家行政院补助。但在过去这个礼拜呢，立法院呢吵吵闹闹，然后要删行政院的总预算，好，不让它通过。它的可能就会怎样？好，我们的据点就怎样，经费就没有了。好，明年2025年，好，可能就没有经费，好来办这样的据点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在社会上，好，在社会当中，很多的长辈有这样的需要，每一个长辈，好，每次不管是坐电梯或是在教室，牧师看到这些长辈，他们要下课要回家玩玩拉密，要下班了，都问他们一句话说：今日有欢喜不？好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哦，有啊，就欢喜。好，他说每个礼拜来教会就是最快乐的时候。他们来到教会得到很好的资源，得到很好的照顾。好，虽然可能还没有开始做礼拜，但是他们就感受到在教会进出的这种幸福。可是当政府的官员或是这些民意选出来的民意代表，对于人民的需要，好，却不在意，好，他只在意的我们的总统、我们的行政院长，好，不听话，我们就修理你，就是砍你的预算，好，用这样的方式。
可是很多的官员或是民意代表或是首长，他们呢当上了这个位置，却没有好好的为百姓谋福利，却是让自己的家里面堆了很多的赃物，笼子里面堆满了猎物，好像去相中，好去得到这一切。而上帝说：“耶利米啊，不要再为他祷告。上帝要用他的方式，用他的手段，用他的方法来管教人民。”第三个，亚伯拉罕也像但以理、耶利米遇到无法祷告的时候。在创世纪第18章，亚伯拉罕99岁，他的妻子撒拉89岁的时候，上帝差了3个使者，其实其中一个就是上帝自己，他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。亚伯拉罕一看到上帝的使者来，马上匍匐在帐篷前面招待。然后这使者要离开的时候，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明年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生一个儿子。”他的老婆撒拉在后面听了就偷笑。上帝说：“你的老婆为什么在后面笑？”撒拉说：“她没有笑。”上帝说：“你的确笑了，明年你的儿子就叫做笑，就叫做以撒。以撒的意思就是笑的意思。好，所以那一天呢，3个人呢，都得到一个喜讯。但是这是好消息，但是在那一天，上帝也带一个坏消息，因为上帝来，他是要来听地上罪恶的声音极大。他听见在所多玛、俄摩拉城的人民，他们罪恶滔天，所以上帝要亲自去那个地方看看他们到底有多么样的罪恶滔天。所以这3个人离开亚伯拉罕帐篷要前行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跟他们去，送他们1里路。虽然是这样，可是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他的哥哥的儿子罗德，就住在所多玛。因为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争吵之后，他们就分开。罗德分到他的财产之后呢，就带着他的财产那一份去到了所多玛，在那边发大财。可是那个城里面的人不敬畏上帝，不相信上帝，所以上帝要毁灭，要审判那城。但是上帝却在圣经里面说：“我不要向亚伯拉罕隐瞒我要做的事。”所以上帝就让亚伯拉罕知道，他要来毁灭这城。亚伯拉罕心里面想到，就是他的侄儿在那里，他要怎么办呢？上帝要做的，他可以改变上帝的心意吗？他根本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够匍匐在上帝的面前。但是亚伯拉罕仍然用他的方式来祷告。他呢，跟上帝还有上帝的使者说：“主啊，你一定不会把无辜者跟有罪的人一起杀掉，你一定不会，对不对？”上帝说：“对，他不会。”而且亚伯拉罕说：“如果你这样子做，无辜者就跟罪人一起受罚，那上帝你就不公平，所以你一定不会这样做。”第3句，亚伯拉罕又说：“世界的审判者一定是公正的，善恶分明，好人必有好报，坏人必定有恶报。上帝一定是公正的。”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6次的跟上帝祈求：“主啊，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，你会不会毁灭这个城？”上帝说：“如果这城有50个义人，我不会毁灭这个城。”亚伯拉罕第2次祷告说：“如果这城有45个呢？”上帝说：“我不会。”第3次40个呢？不会。30个、20个。第6次，如果这城里面剩下几个？10个义人，你会不会毁灭这个城呢？上帝说：“为了这10个义人，我不会毁灭这个城。”所以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对话结束，上帝离开，亚伯拉罕也回去。后来所多玛、俄摩拉有没有被降火毁灭？有。后来所多玛、俄摩拉还是也被上帝的火，天上降火下来毁灭，表示这个城有没有10个义人？没有。可是上帝有没有救这个城里面的义人？有。上帝派了2个使者，在夜间来到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家中，叫罗德的老婆、罗德的2个女儿，这样几个人了？4个。然后他2个女儿都有未婚夫了，这样几个？6个。好，就这6个人，表示真的不到10个人。但是上帝有没有去救他们？有，派2个使者去。可是上帝派使者去的时候，那2个女儿的未婚夫说什么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好，这个我们在这边住多久了？不可能不会发生。他们不离开，所以6个减掉2个，剩下几个？4个人。可这4个人当中呢，
有一个人一边走，天使说你们去的时候就往那个山上去，绝对不要回头。可是有一个人还要回头，是谁？罗德的妻子，后来变成什么？一根岩柱啊！好，所以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圣地，去死海，死海呢，就是当初所多玛、俄摩拉的城市，现在通通都在盐的下面。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没有办法，都是盐分，连一根草都长不出来。好，而成为一个世界上非常奇怪的地方，而且它是在海平面以下，海平面以下是比那个海还要低哦。好，所以它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，为什么凹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变成一个到现在没有办法有生命生物在那边存活的地方。好，其实还是有哈，科学家找到是微生物，像细菌那一类的生物，但是没有其他的生物可以在那边生存，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住在那个地方，本来是一个肥美的地方。罗德一看，我当然是要有这个地方，他就往所多玛去，他才不要亚伯拉罕那个希伯伦那个地方，他要所多玛那个地方。可是那个地方到今天却变成一个非常荒凉、可怕的地方，是在纪念因为人没有听上帝的劝告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的祷告有没有用？有用。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为他的侄儿祷告，好，上帝就一起把罗德毁掉了。好，但是上帝还是救了罗德。后来罗德跟他2个女儿又生了2个儿子，好，就是亚门人和这个摩押人的祖先呐。好，那就跟上帝的子民的关系反反复复。但是从这个记载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即便在上帝的面前服不敢开口，他就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我主啊，请你不要生气，容我再说一次。”其实他的内心还是不断的在向神祷告。上个礼拜的信息当中，好，牧师，好，我们从耶利米书提到了悔改的 SOP， 好，而第一步呢，就是要醒悟，就是要醒过来，如同那个浪子当中，好，弟弟，他呢把爸爸的钱都花光了，当他呢跟猪睡在一起，混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有一天他真的醒悟过来，哎呀，我可以回去找我的老爸，当我爸的工人都比我在这边生活还要好。他有一个动作，就是人生一个180度的转弯。他不要继续再活在猪的当中，他不要继续在浪子在外头，而是他要回家。所以那是悔改的第一步。而今天好的信息是下决心是悔改的第2步啊。好，所以请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醒悟是悔改的第1步。再对另外一个人说，下决心是悔改的第2步。罗德的妻子，好，听到上帝说你要离开，他们醒悟过来，本来都在睡觉，可是呢，他们却没有下决心，他还要回头向后看，他还在贪爱这个所多玛肥美的一切的财产和宝物啊！我想请问弟兄姐妹，你将来想要去天上的家，想要去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有人举手举得很快。好，将来想要去住到天上的，好，住在天上的家的人，好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举手的人，好，跟牧师也举手啊。好，一样，我们都想要去到天家，住在天上。但是举的手要怎样？要下决心。下决心就是不要留恋地上啊。好，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心不要还被这地上吸引住，心。不要还被这地上的一切我的房子怎么办？我的保险单怎么办？我的美金怎么办？好，我的财产怎么办？我的储蓄怎么办？花不完了怎么办？好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们要下决心。我们既然举了手，我们要往天路来走。我们既然愿意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我们要下决心。这是悔改的第2步啊。但以理的祷告是下决心的祷告，耶利米的祷告也是下决心的祷告。亚伯拉罕的祷告也是下决心的祷告，但以理的决心祷告，即便王宣布30天，谁若跟其他王以外其他的神明祷告，就要处死。可是但以理用平常心，他平常就有很好祷告的习惯，所以他把结果交给神，反正他只负责祷告，祷告有事没事，好，都是上帝的事，他只负责祷告。耶利米
上帝也3次对他说：“你不要再为人民祷告了，麦个卡，你麦个祈祷，我不爱讲，好，要挂但以理的耶利米的电话，好，麦个卡。可是耶利米却用什么同理心？他不断的同理这些地上的百姓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南国犹大的子民，告诉他们：你们再不悔改，上帝的审判即将要来。好，果然，好，读到耶利米书第7章。约雅敬当王的时候，那个灾祸就在约雅敬当王的第4年就发生，果然非常的接近。耶利米用同理心为人民祷告，而亚伯拉罕用什么心来祷告呢？他用不灰心来祷告。祷告一次，上帝说50个，他还在说上帝45个，上帝说45个，他在说40个。他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一步一步，好像在拔河一样。这也是一种祷告。即便最后，好，亚伯拉罕有一天早上起来，远远一看，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方向怎么都在冒烟，他才知道，哎呀，大事不妙。好，索多玛、俄摩拉被毁灭了。好，所以亚伯拉罕他就举家带眷，好，离开希伯伦，就往南地去了。好，往南地去了。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好，是一种不灰心的祷告，即便没有结果。但是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，6次跟上帝祈求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为了一件事情，你为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愿意为他祷告几次呢？在马街1872年3月9号，对，1872年3月9号来到淡水的那一天，好，他上岸。然后呢，他其实过去就写日记。他来到台湾，就从马街的日记3月9号、3月10号每一天的日记当中，可以发现马街的一举一动。但是在那一年的5月份的马街日记当中，记载了一件事情。好，他记载他的第一个学生，好，就是坐在左下角这个人。好，有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好，他跟崇恩同姓哦，好，叫做他叫严清华。好，严清华。他是一个秀才，是一个读书人，去过中国赶考，好，拿到这个学位的人。他呢来挑战踢馆马街啊，说我读这么多书，你说你很有学问，来，我们来挑战，来比赛。就呢没有来2、3下，反而被马街问倒。好，马街问倒，那时候才5月的时候。马街他已经会用台语，好，台湾话，好，来跟台湾人，好，来分享，来传福音，甚至来辩论。所以严清华就拜马街为师。在5月的马街日记当中，好，记了一件事情：马街请他的学生，第一个学生第一次祷告。那个严清华呢，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呢，好，他非常的紧张。然后呢，严清华祷告的时候呢，好，马街的日记说，他就抓着这个椅子，好，抓着这个椅子呢，跪着祷告，好，跟上帝祷告。然后祷告的时候呢，好，他非常的紧张，一直抖。好，当严清华他祷告的时候呢，好，他说啊，创造天地的上帝啊，感谢你差遣马街牧师来到台湾，好，让我能够认识你，请你呢也让我的妈妈认识你，让我的亲人能够认识你，让我周遭人认识你。他这样祷告完，好，没有很长，可是祷告完之后呢，他这张椅子怎样？就推，就祷告到这边来了。好，这是马街他的日记记载，表示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呢，真的很认真。好，而且呢，祷告的时候真的很紧张，一直抖。好，所以那个椅子也跟着在走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一次祷告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吗？好，或是你传福音带领人陪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呢？很多时候人家都会请牧师啊，你来为我祷告。好，牧师你来帮我祷告一下。好，但有时候如果知道这个人不会祷告，我就说好，那我带你祷告以前，你先跟我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你就跟我祷告一句，让他自己跟上帝祷告。我发现，好，就是牧师为他祷告，跟他自己开口祷告，哪个比较有效？自己开口祷告，好，自己开口祷告，我看到的好是更有效。所以你可能可以请牧师祷告，但是呢，牧师的祷告不能够真正了解你的需要，反而是当你自己开始开口，像但以理一样，一天3次早晚跟神祷告，而且他的祷告就是只有感谢。在我们今年2个礼拜之后，我们要去到真理大学，刚才牧轩有报告，
然后我们在礼拜完之后，我们有1个小时的时间要去马街的故居，就是照片这个马街站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他的老婆、他的女儿、他的2个儿子，就在旁边。那个就是他的全家住的地方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。而那个现在已经是永久停止开放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教会已经申请，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去参观，所以那个以前是有卖门票，现在连门票都买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进去看，每一个房间，你可以在外面，可以在里面，可以去参观，然后可以去回想马街那时候在那边365天生活写日记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早起开始祷告，睡前祷告就在那个地方。如果你去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找一个角落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比较困难，但是你也可以在那边心中在那里跟神来祷告，因为上帝如何在那边帮助马街，你也可以同样在那边跟上帝祷告，求上帝开口来帮助你。但是你参观马街故居呢，我要推荐你一个秘境，就是在马街的家的后门走出去，你会看到那本来是一个西班牙式的建筑，结果变成是一个台湾式的房子啊。所以台湾式的建筑，台湾式的地砖，在那边呢有一个马街的书房阁楼，有没有去过？廖宣长有没有去过？你应该是那个北大的董事啊，应该有机会去真理大学开会啊，可能有进去参观过。不是很多人有机会可以去。马街的书房阁楼小小，那就是他在那里读圣经，也是他在那边写日记的地方。他这边住了29年，29年吧。他在那边，他所有的一生都奉献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报名户外礼拜的，你可以去。但是如果没有报名的，可不可以去？你可以坐9023去啊，虽然没有坐游览车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坐火车、坐公车、坐捷运去，都欢迎。在礼拜后的11点到12点。而马街呢，他在那边读书，但是后来他也设了一个学校。他本来学校呢是在树下，黄色这张叫做逍遥学院，天地为家就是我的教室。到后来，他盖起了这个牛津学堂，又叫做理学馆。然后他用叫做 Oxford， 就是这个牛津啊，来当做这个世界上最有学问的地方，很有豪气的取了这个世界首府的大学的名称啊。然后呢，在那边这是里面上课的情形，马街就站在中间，旁边就是他的学生，可能阿华就在旁边当他的助教，然后呢，其他人就开始学习读圣经，学习开口跟上帝祷告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要出去做工，出去传福音，去到艋舺，去到三峡，去到汐止，去到基隆，去到宜兰，或是往南去到桃园，去到南崁，去到大溪，去到苗栗，去到新竹，去到台中。就是这些学生，一个一个的训练，会读经，会祷告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出去传福音，带领人来认识耶稣。如同耶利米在那个时代，上帝要他去圣殿，跟那时候已经相信上帝的人来传讲上帝的话。可是呢，耶利米不断被人家打枪，被人家讨厌，被人家拒绝，但是他们的祷告都没有停歇。如果不是耶利米从18岁开始祷告，或许他们更早耶路撒冷就被敌军攻打进来。而是因为在这城内有祷告的人，因为有守望代祷者，所以上帝一次一次的垂听祷告，就如同亚伯拉罕为所多玛这个罪恶之城来祷告，才能够让那个城里面得到上帝的拯救。牧师有5年的时间，在美国的 Sin City， 罪恶之城在那边担任牧师，就是拉斯维加斯。很多人听到说，牧师你去那个拉斯维加斯，Sin City， 美国人叫它叫 Sin，Sin 就是罪的意思，罪恶之城，在那边当牧师，我觉得责任重大，就是要为这城里面的人来祷告。不过今天拉斯维加斯跟以前那个只是专门去赌博啊，专门去寻欢啊，去求乐的人，已经不一样。现在是一边全家大小都可以去的一个城市。所以也是过去有这么多人在那边祷告，让那个罪恶之城Sin City 变成 Sing S-I-N-G 唱歌赞美的城市。所以在拉斯维加斯的教会都说我们是 Sin City， 我们在这边唱歌赞美神，不再是一个犯罪的城市。同样有耶利米在城市当中祷告，带来城市的守望。而桃园有我们这一群相信上帝、读圣经、知道开口祷告的人，让这个城呢也能够蒙到上帝的拯救。所以我们那一天11月13号
2个礼拜后，好，又去参观牛津学堂。还有第3个景点就是马街的坟墓。马街人在哪里呢？他的骨头就在这根柱子下面。好，经过了130几年马街逝世应该是还不到100年嘛有没有100年？好，再查一下。但是呢，他的骨头骨骸还葬在台湾呢，这说他就是他人生最后一站。马街呢，它并没有在淡水变成一根岩柱啊，它没有像在索多玛城留恋地上变成一根岩柱。马街呢，他的心就是，你看他最后的故乡，就是他要去到永远的故乡。他的心是想着天上，他多想要去见上帝。可是他知道他活着一天，他就有责任。马街人生留下8个字2句话的名言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宁愿烧尽，不愿什么朽坏。好，这句话呢，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，他也曾经说过。2019年，他说他也是医生，马街也是医生，马街医师的座右铭：宁愿烧尽，不愿朽坏。好，所以他也要跟马街一样看齐啊。但是呢，柯文哲呢，跟马街比起来，他都还没有到最美的家乡，他现在就住在看守所里面呢。好，还有很多的案子，还有很多的事情等待他去厘清，想办法解释清楚。好，否则他就是一个失职的市长，没有好好的照顾老百姓，就好像耶利米书那一些住在把自己的家里面放了很多中饱私囊，却没有为孤儿寡妇来伸冤啊。但是柯文哲引用这句话，他的原文英文是 "I would 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"。我宁愿烧成灰烬，也不愿意 rust out。那个 rust， 它的意思不是朽坏而已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生锈。所以这句话呢，正确应该要念：宁愿烧尽，不愿锈坏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：宁愿烧尽，不愿锈坏。我们的圣经有没有生锈？会不会生锈？不会，因为它不是金属。好，但是它可能会长灰尘。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像是一个贵重的器皿，有金器、有银器、有木器、有瓦器。但是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就是我们能够读到神的话。所以你已经不再是木器、瓦器，让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你能够开口为人来祷告。就像严清华第一次跪在椅子上祷告的时候，那个椅子都会跑，都会走路。但是他也成为一个金属贵重的器皿，但是上帝不愿意我们这个金属贵重的器皿生锈 rust out， 好，而锈坏而变质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我们要学习读圣经，我们要学习祷告，我们要学习传福音，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。所以牧师也一再邀请、呼吁我们要来敬拜神，不是只有来参加主日礼拜，只有参加小组。我们个人的灵修、个人的生活、教会的祷告会，其实都是我们生命被磨亮、被 polish、被抛光，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那个金属的器皿就是要不断的磨它，就会越磨越亮。那个菜刀虽然会钝，但是至少它不会生锈，只要去磨它，它就会越来越锋利。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品格也是这样。所以这些外邦的偶像，虽然是金的、是银的，但是呢，在上帝眼中他们是不值钱。即便有人为偶像穿金戴银，但我们成为金器、银器，不是要成为偶像取代上帝，而是要能够让人来见证上帝，来荣耀神。所以再一次邀请大家，我们的耶利米书会读到11月12号，总共52天，今天是第8天。我知道耶利米书跟历代志上下都很困难读，因为又长，而且文字又多，而且它里面意思又多，人名又多。但是重点是要去读出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所以你的人生有几次、有几个机会能够读过耶利米书呢？同样的，我们的人生都有可能因为住进了医院，或是进入了 ICU， 或是我们可能躺在那边失智、失忆了，没有办法跟神祷告。我们的人生也不见得你一辈子想要读圣经就可以读圣经，而是把握每一次
上帝让我们能够翻开圣经的机会，把握每一次上帝让我们可以听见他圣经话语的机会，我们就要专注聆听，而且要快快来回应。这52天就好像尼希米他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们被掳归回，用52天的时间，好，尼希米召集了好几万人、几千人，能够快速的把耶路撒冷城墙重建起来，目的就是保护住在这里面的人。而我们读了耶利米，我们可以学习耶利米，他如何为那时代的人、为那城市的人、为那一些犯罪的人，为他们守望祷告，让他们能够有个城墙，有个坚固的堡垒，能够得到上帝的看顾和保守。而这52天到11月12号，也是一个我们跟神关系能够亲近的日子。好，即便你没有办法参加早上6点半，即便你听不懂台语，好，即便你没有自己的圣经，但是只要你愿意，上帝他都愿意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从耶利米、从但以理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，知道祷告不要灰心，祷告不要放弃。只要我们的祷告是有信心，用平常心、用同理心，也不灰心，上帝能够使那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所以，请问你的家人还有谁还没信主？你的朋友还谁还没有认识耶稣？是你要跟他传福音的呢？昨天牧师去参加我的国小同学会，因为昨天是教师节，所以我的国小老师5、6年级的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参加。我们就租了一台游览车，然后呢就一路到新竹去。在车上呢就有机会跟国小的同学能够见面。因为已经有大概从国小毕业到现在第2次参加同学会，去年是第1次，今年是第2次。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呢，国小当中有2、3个同学跟我去过教会，他们都知道我在教会长大，可是大部分同学都没有机会带他们去教会，所以上帝也让我有一个负担，参加同学会不是只要看老师同学，看看我的同学们，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，他们的生活如何。那有一个让我很意外，我一个同学跟我一样50岁，他的儿子2岁，儿子2岁，然后在跟他分享的时候，他就很后悔，说他太晚结婚了，人家的儿子都已经大学了，甚至我们当中儿子最大已经大学毕业大4了，他的儿子才2岁啊，所以他才在那边妄谈说早知道他就应该改变他的人生，如果有机会。不过他还算幸运，他还有一个2岁的儿子，还有很多的同学，可能都在家在回顾自己过去的人生的时候，才开始发现说，人生的路应该怎么样子走，应该怎么样子来追求，甚至他们的信仰，所以他们也很想知道说，你当牧师到底在做些什么？你当牧师还去了美国，我当老板，他自己开公司，开了好几间的公司，他都不一定有机会去到美国，你还居然可以去，为什么你能够去？在美国到底经历什么？他们就很有兴趣，想要多问多了解。那我也期待说，下一次当我主办同学会的时候呢，我就邀请他们其中一站，来参观迦南教会。过去国小的时候，我长得是全班最矮，我们有3个人都永远都坐在第1排，都没有机会，怎么样跟他传福音？他们都把我当成是一个小朋友一样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些全班里面呢，我是几乎是全班男生当中最高。以前很会笑我的、欺负我的，现在我比他还要高半个头啊！我看他是这样子看他。以前他功课很好，这个都是考试考1、2、3名。但是呢，现在在他的面前，上帝也让我在他面前，不会觉得抬不起头来，所以呢，我要讲的是，祷告不要灰心。祷告不要放弃，人生路很长，不要因为一时之间好像别人都比较好我要信他的神，一时之间别人都跑得比我快，我要来拜他的上帝，一时之间为什么他买的股票都会涨，我买的股票都不会涨？那我要去拜他所信的神，不要因为这样子而离弃自己的上帝，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忘记自己的神。在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当中，如果我们有机会参加小组，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分享你在祷告当中的体会和体验，特别祷告不要有得失心，祷告要有平常心。像但以理，
他不会因为祷告去改变上帝啊，赶快救我啊，让这个王赶快把他的命令收回去。但以理的祷告完全没有这样，他的祷告很简单，回到家打开窗户跪下来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阿们。每天都这样子感谢的祷告，顺境逆境保持他的平常心。而在祷告上面，我们若遇到拦阻，如同耶利米，上帝不要我们祷告，禁止我们祷告，或是如同亚伯拉罕，我们如何能够在不能祷告的时刻，用我们的决心，用我们的心智，用我们的行动，让那个看起来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亚伯拉罕让一个上帝原来要毁灭干干净净的地方，居然最后还救出来3个人，本来可以有机会10个人，怎么办到？罗德他再多生2个，他只有2个女儿，然后罗德再多生2个，然后他让他的女儿儿子早点生，早点嫁，早点当爸爸，就像挪亚一家8口，他就有机会让整个城来得救。但是他是生太晚，或是嫁太慢，以至于呢，还是上帝救出了3个人，最后救出了3个人。而我们也要知道，上帝必定听你的祷告，不是听牧师的祷告。你可以请牧师为你祷告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的祷告比牧师的祷告更直接影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而你要学习像严清华，开口祷告，真心的祷告。严清华救了他的妈妈，也救了他的家人，也救了他的出生的这些亲戚，都有机会来认识神啊！不是因为马偕，是因为严清华自己的祷告。而最后，当我们的祷告如果没有结果，这个结果好，我们要去思想，为什么上帝一直没有回应？好，因为读耶利米书，你会发现，我们的祷告不是每一次上帝都 OK， 每一次你想要传福音就可以传福音，前一次你想要拯救灵魂就可以拯救灵魂，而是上帝有他的想法，有上帝他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祷告清楚，等候清楚，而不要走在上帝的前面啊！上帝，你就是要让我去传福音，上帝，我就是要去开拓教会，上帝，我现在就是要来带领小组，我就要建立一个100人的教会，我现在就是要来募款，好，要让教会怎样怎样，都没有先去问上帝，满脑都是我，都是我们自己想做的，而我们就失去跟上帝那个很亲近的关系。那个时代的祭司，耶利米时代的先知，耶利米时代的利未人，他们都认为做上帝认为 OK 的事情。可是呢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最后上帝的口中，这些事情都非常的不 OK， 所以成我们我们的教训啊！好，请敬拜团来到台上。所以在人生无法祷告的时刻，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辈子祷告，然后甚至在我们闭上眼睛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吞下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，还可以跟上帝祷告，不要让我们遇到那个不能祷告的时刻。但是万一真的遇到不能祷告的时刻，我们的祷告其实都已经预备好了，都已经事先都准备好了。所以我们悔改的第一步是要回转醒悟过来，悔改的第2步就是要下决心，决心祷告，决心听神的话，决心像但以理一样早晚的祷告，固定的祷告，而不离不弃的祷告。大风大浪，狮子坑里面，上帝都帮你把狮子的嘴巴塞住。好，可能你的老板在骂你，好，但是老板会把你的老板的嘴巴塞住。可能你的同事在后面陷害你，伸出魔爪，好，想要把你拉下来，但是上帝也会用他的方法把那些爪子收回来。只要祷告，趁着能够祷告的时候，好好来祷告，上帝必要与我们同在。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来祷告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赐下荣耀尊贵，总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。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。我没做什么，
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。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。耶稣。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要邀请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来祷告，为你身边还没有悔改的人来祷告，为你身边还没有180度 U turn 的人来祷告，求上帝让他听见神的话，求上帝带领他能够开口跟神来祷告，让他的人生路能够找到神。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你经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？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赐下荣耀尊贵，作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。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。我没做什么，你竟垂怜我。当我为出生以前，你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让我们举手来祷告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，甚至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。患难困苦，死因有苦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为自己来祷告，主啊，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。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，耶稣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是可以祷告的时刻，让我们今天是一个可以打开圣经、聆听你话语的时刻。今天不是不能祷告，今天不是被禁止不能读圣经，今天是一个能够来亲近你，是一个上帝耶和华喜悦人的日子。主啊，让我们把握每一次能够与你相亲、与你相近。特别让我们学习但以理，学习耶利米，学习亚伯拉罕，为着自己，为着家人，为着儿女，为着亲人，为着失丧的灵魂，为着社区当中的百姓人民来祷告，因为这是上帝你给我们的看见，给我们的心意。主啊，教导我们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守望，为那失丧的灵魂付上代价，寻求上帝的心意。求上帝你来帮助，你来祝福。特别当我们人生没有办法下决心，当我们人生还在眷恋地上的所多玛、俄摩拉这一切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最后的这一切地上都要成为灰烬，没有办法取代天上那新的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。让我们在祷告当中，圣灵求你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，让我们勇敢的开口来祷告，让我们勇敢的跟神来求。上帝，你要把我们每一字每一句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悔改，向天上的神来祈求。上帝，你说你必定要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这地上百姓的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再次因着耶稣基督生命得到更新，能够与神相近，让我们的生命继续发光，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。
无论是我们的国小同学，或是国中老师，或是我们办公室的同事，或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师生朋友，或是我们在社区当中的邻居邻舍。主啊，让我们为他们开始来祷告，让我们开始为他们的生命灵魂来守望，让上帝透过我们能够垂听。当上帝，你必定要差派天使搭救他们，救他们脱离罪恶，救他们出黑暗进入光明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，也圣灵保惠师的帮助与感动，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使你们祷告不停歇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那么拍掌，把一切荣耀来归给神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敬拜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一起来拍手。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，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身说，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，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磐石欢呼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全地要向他歌颂，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磐石欢呼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全地要向他歌颂，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拍手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。各位兄姐，今天聚会到这边结束愿神祝福各位出入都平安，神的恩典跟大家同在，也请各位帮忙能够一起来收椅子，谢谢。